為要藉此試驗以色列人，看他們肯照他們列祖謹守遵行我的道不肯。士師記2章22節。點解神唔為我哋掃除所有嘅試探呢？或者可以從以色列人嘅歷史，我哋可以得到答案。當神將迦南地賜俾以色列嘅時候，吩咐佢哋要將拜偶像嘅外邦人趕走。然而佢哋冇遵守神嘅命令，甚至同外邦人混居。於是神講：他們必作你們勒下的荊棘，他們的神必作你們的網羅。傳道書2章3節。以色列人嘅不順從，致使佢哋接落嚟面對好多嘅掙扎。神將佢哋留喺敵人嘅手下，為咗係要試驗以色列人。試驗嘅字義係測試東西嘅價值。示巴女王用各種難解嘅問題考驗所羅門王。神要求亞伯拉罕獻上兒子，都係使用咗呢一個字。試驗唔係試探，而係測試品質。神雖然容許以色列人面對唔順從神帶嚟嘅自然後果，但係神嘅意圖唔係懲罰，乃是再俾佢哋一次機會。神冇放棄以色列，佢用咗另外一個辦法，使佢哋嘅靈性能夠邁向長大成熟。我哋常常亦都同以色列人類似啊，唔遵守神原本完美嘅計劃，將事情搞壞咗。但係神唔放棄我哋，佢使用錯誤，重新再俾我哋一次順服佢嘅機會。每一次嘅失敗都可以成為後來得勝嘅機會，就睇你用點樣嘅角度嚟到認識呢一啲失敗。我主不要理這壞人拿八，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稱。他的名叫拿八，他為人果然愚頑。但我主所打發的僕人婢女並沒有看見。撒母耳記上25章25節。按希伯來人嘅觀點，名字有其內在嘅含義，唔只係代號咁簡單。但我哋看待世界嘅方式可能同猶太人有別。仲記唔記得希臘文係靜態分析性嘅語言？希臘人眼中嘅世界就係一件一件嘅東西，佢哋用名詞嚟為呢一啲東西命名，所使用嘅名詞同嗰樣東西嘅精髓並冇什麼關聯。但係希伯來人嘅語言係以描述物件為主嘅圖像開始。當亞當為動物命名嘅時候，佢唔係隨便使用一個名詞，每一個佢所選用嘅名都顯出嗰個動物確實嘅原貌。人嘅名亦都係咁樣，拿八唔係任何一個名字，呢個名能夠準確咁形容拿八係一個點樣嘅人。佢人如其名，愚昧。拿八嘅希伯來文 NBL 背後嘅圖像係乜嘢呢？係一個任由家中嘅活動擺佈或者控制嘅人。換句話講，呢個人冇能夠超越日常磨人瑣碎事務嘅視野，佢嘅生命環繞喺眼前家中所發生嘅事情上，佢嘅世界只係充滿住自己所睇到嘅部分。照希伯來人嘅觀點，嗰個簡直就係一個愚昧人所擁有嘅內涵啊！或者我哋並唔想好似拿八咁樣，但係卻亦都必須謙卑省思。我哋有時其實同拿八相差無幾，唔係咩？我哋實在需要主賜恩典，超越血氣嘅有限同喜好，以神嘅觀點嚟睇世界。